啊！传。他一个刚进校的新生，你发这样的帖子，你让同学老师怎么看呢？你想让小西大学4年顶着这样的绯闻过日子吗？头啊你！哎，郑哥，怎么了？你这是犯痔疮了吧你？啊？我问你啊，我有一个朋友，他喜欢的女孩被人追了，如果是你，你怎么做？揍他呗，还能怎么着？下不去手啊，骂他。开不了口。那你用钱砸死他。哎，你能说点有用的吗？哎，我说郑哥，我听着怎么像是你的事儿呢？跟你说，要是我就，哎，盯防啊，重点盯防，别漏人。传球啊！盯防，别漏人。投。哎呀，有道理啊。别漏人啊！Interference, humiliated, over and over. Patient, besotted. 我要追你。哎呦，这是什么呀？真的假的？我要追你。怎么回事？我要追你，我要追你，我要追你。干嘛呢？英语老师抽查背诵了。啊，背诵。哪儿啊？这儿。啊，张飞，你背诵一下这段课文。哦。The history and geography of human genes is a remarkable collection of more than 50 years. 好了，同学，你哪里人？你这口音……老师，他口音很纯正的。不要笑。吴雨桐，他请假了。啊，夏林熙，你接着背。哦，好。It stands as the most extensive survey to date on how humans vary at the level of their genes. The research shows. 好了，可以，很好，坐下吧。哦，好。背得不错。这样吧，我们今天英语分组，你们2个就一组吧。夏林熙，你要帮着庄飞纠正一下口音。哦，好。庄飞，你先坐下吧。今天我们上课内容是复习第5单元。同学们，请把你们的课本打开。